动别动，我不喜欢。就这样。戴这个围巾，就这样。戴围巾没有。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不是比你刚才那个好多了吗？鞋子好像不太行。一会儿再给你配双鞋。哎，你看我这样穿，把衬衫掖在里面，像不像明星的玩？人家明星都是出活动，还有拍杂志时候用的，生活中啊，一点也不合适，也不实用，还会显得你特别做作。这样拿出来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好，这件衣服包了。好的，先生。不用不用，我就1年，我穿什么都没有用，没有必要给我买了，真的。没关系，这不是很贵，就当你的辛苦费了。好吧，那我也送你一件。哎，这个不错。你送我这个干嘛？我不喜欢围巾。别动别动，我不喜欢。就这样。戴这个围巾，就这样。戴围巾没有。大吧，凹造型多帅。凹造型太油腻了，算了，你把衣服换了吧。哦。啊。刚才那个颜色真的不是特别好，买蓝色的、白色的，记住。这是我们本店的最新款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我帮你介绍一下。啊，好。这是一条鱼是吧？是的，我帮你拿出来看一下。先生，你眼光可真好，这条是本店的限量款。跟我一样是条小鱼哎。是啊，你是金小鱼，他是银小鱼，你们俩记忆力都不太好。看看，怎么样？真的很适合小姐呢。是吗？特别好看。还可以哦。那就这个吧。What？ 别，不好意思，不能说这么贵重的东西。哎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就全当给你葬礼随份子吧。先生，这边请。这也随太多了吧？谢谢。谢谢你啊，请我吃饭，带我逛街。不劳而获的生活太富实，搞得人家也很想堕落呢。其实你没有什么可以堕落的资本。吃饭的时候能不能说点开心的？可是你都快死了，我骗你好吗？别，我想含笑九泉。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喜欢被骗的人，但我觉得你是个喜欢骗人的人。来，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你的名字吧？你想知道哪一个？最初的名字，原本的名字。原本的名字。你最初的样子是什么样？